连续20个伏地挺身，年轻人可能都吃力，61岁的计程车司机却是身手利落，因为一天开12个小时的车，得时时训练体力。如果身体可以的话做到越老越好。我不想休息。活着就是要动，客家人的勤俭性格在邱金平身上展露无遗。你自己煮的饭？对呀。糙米加薏仁？对呀。那配什么？糙米呀，我就是他买那个菜啊。为了养育年幼的女儿，邱金平3餐吃饭花不到100块，就算被生活压得快喘不过气，擦干眼泪，努力保持知足乐观。其实我这样也蛮好的因为你开车啊，你要去外面吃饭，你不简单啊，不必说肚子饿肚子啊。安慰自己，也说服自己，带着家人的心疼，这位计程车问讲握着方向盘的手没打算停。了解哈。要记得开车开太久了，休息一下，撩一下，撩一下。也困一下，也困一下。还有另一种用法，撩一下，撩一下。